贺祝稳定，奇妙快乐地保护咱听一摆好。预备，来。预备，来。3首是祝福册客的诗歌，信息第400首。间奏4小节哦，安尼才唱，预备。
咱有带手机啊，请帮伊关机，也是关做进步。着摇花唱新的歌，全地拢着摇花唱歌，着摇花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日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做。因为妖花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恶恼，伊伫正神明的顶面应该受敬畏。咱三甲来吟圣诗，圣诗282首，感谢主，着感谢主。拉起哩。
用心的改变做咱信仰的告白。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专门发教先知的总船头。我用新的界面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心。请坐。三甲来用上帝话来启应。启应文第6篇，也就是诗篇16篇。启应文第6篇。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要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地上的圣徒实在真尊贵。去缀别个生命的人，一定加添痛苦。我毋参与因的献祭。上主，你是我的产业，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要称赞教是我的上主。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因为你袂甲我放杀伫阴间，嘛袂。你话指示我人生的道路，伫你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咱同心来祈祷。至尊至圣万权的阿爸爸上帝，我满心感谢你，学了你。你是阮活命的源头，是阮喜乐的泉源。阮的心要因为你的救恩来欢喜快乐。你是阮的关台，是阮的开达，是阮的招盘。感谢你用永远的听来听阮，用你的慈爱来吸引阮。亲爱的主，感谢你道成肉体来到世间。佮用你是价顶的宝血来洗清阮一切罪，赦免阮一切不义，帮助阮会当掠耶稣基督的心做心，学习主的款式，互阮会当哪听主哪听人。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阮台湾的主，求你的圣洁、公义、真理充满维行伫阮的国家，伫阮的社会受到假消息的冲击。互阮的社会陷入纷争不安，求你赏赐阮的人民百姓有智慧，会当来明白是非，无甲再受假消息的影响。互阮的人民百姓会当伫阮台湾这个国家来安居乐业，互阮的国家会当继续行伫民主自由的道路，继续伫世界来发光。亲爱的上帝。阮为着以色列甲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的战争来主你恳求，求你的和平运行伫因中间，互即个世界，互即个战争会当紧紧来结束，互遐个无辜的百姓会当得到你的看顾甲保守。亲爱的圣神保惠师，求你来充满阮，互阮的性命会当亲像活水的江河不断来沁出，互阮会当袂记日后面头前所踩的标来跑走来努力，互阮的生命会当真做侪人祝福，来荣耀上帝你的圣名。阮来恳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国对要用主愿属伫你来学了上帝。咱三甲来强调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37节到48节。马太福音第5章37节，恁讲话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其他加讲的是对邪恶者出来的。恁有听到律法安尼教示讲：目睭陪目睭，喙齿陪喙齿。毋过我甲恁讲，恁毋
毋通指控做恶的人。人若善你正平的喙皮，连倒平嘛会互伊善。人若告你要摕你的内衫，连外衫嘛互伊。占领军的军人若强迫你行一里路，着教伊行2里。人若对你求，着互伊，甲你借，毋通拒绝。你有听到即款教示，着听你的厝边怨恨你的对敌。毋过我甲恁讲，着听恁的对敌，替迫害恁的人祈祷。安尼，恁才会当诚做恁天父囝儿，因为伊予日头出来照歹人甲好人，嘛落雨予义人甲不义的人。因为恁若简单听遐个听恁的人，有啥物报酬？敢毋是连遐个冒税嘛安尼做？恁若只有对家己的兄弟也是姊妹亲安，有啥物比别人较特别？敢毋是连外邦人嘛安尼做？既然恁的天父是完全，恁嘛着完全。以上，愿上帝赐福咱所读伊的话。讲到今日圣经学院的院长黄介明院长，伊所要传互咱的信息是迈向完全。敬听老牧师在座阁有张简银珍牧师，佮甲咱所有中心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互我阁有一遍的机会来到咱台南东门北克的纪念教会。读中学的时阵，拄则我入来有看到戴宪次老师，伊拄则，你也知影讲安尼，我嘛无少年啦吼，看到戴老师佮坐伫遐底献歌队吼，我拄则看到讲，这一个真亲切的老师，嘛是真严格，但是伫即内底有教导有规矩，所以我会记得伫中咧读册的时阵，迄是一种学习。总是当阮咧读册的时阵，会听到遐个学长讲，古早对中要来甲东门教会做礼拜，爱排队呀，哇，爱排队。到晚的时阵毋免排队呀吼，所以就是一种更较自由啊。上帝恩典，互咱伫通过训练，生命愈来愈成熟，是一种不断在经验着伊的恩惠，嘛常时通过在成长的时阵，咱学习迈向完全。佮亲像今日拄则咱所读的圣经11样，也未分享上帝话语进前，咱佮一遍做伙来感谢。主愿你的话，甲你的圣神当做工运行伫阮的中间，暂阮会当学习，帮助阮会当伫生命的成长的过程愈来愈完全，亲像耶稣基督教导阮一样，恁着完全，亲像天父完全一样。这是阮的恳求，愿主帮赞。祈祷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真多谢，透早咱的教会的同工召集师娘是蒋新娟姐，因夫妇去甲高铁站接我。新娟姐是即马圣经学院的董事，嘛会当参与伫圣经学院的信徒培育，也会当通过同工做伙组织，要做伙来见证。今仔日我用这段圣经节甲咱三教分享，当耶稣。伫马太福音第5章、第6章、第7章，咱通常拢真了解，这叫做登山宝训。登山宝训是耶稣训练门徒的上课的教材。这个教材伫咱拄则所读的，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遐是一种生活道德。但是毋是拄啊教这尔定，佫一个是上帝国的伦理，有人甲人彼此的互动，但是嘛有一种困难的。这是上帝国的程度，地面上的程度较容易，但是上帝国的程度较无容易。所以包括迄种是伫对抗圣经内底讲占领军的军人，若爱你行一里路，你个甲伊行2里，因为占领军这是一种法律的规定，咱个安尼来做。所以有人的道德，有规矩法律爱遵守。所以人甲人的互动是一种情默契的，但是法律的部分是一种不得不的。
但是这拢是属于人的世界。但是耶稣讲的是搁较悬的程度，是上帝国的伦理精神。始终搁加行一理，法律规定安尼，但是耶稣讲毋尔安尼，搁加一理，这是疼。规矩、纪律很重要，但是后壁疼心才有，这就是咱的改革中的精神。有规矩应该要遵守的，嘛有疼心，但是咱伫教会了后，久长咱拢讲疼心。袂记只讲规矩，信徒的培育是爱有规矩，后壁靠疼心。所以这是我伫读中学的时阵，通过伫教会学校所训练到规矩伫头前，后壁才有疼心。所以这是咱的信仰的传统。但是久了了后，咱拢变成爱的教育，忘了应该要有纪律，应该要遵守的。所以耶稣教导这门徒的时阵，直接讲对就对。毋对就毋对，加讲的就是出伫迄个邪恶的。所以一般的人安尼疼家己所疼的，但是耶稣讲，连抽象的、冒税，才会得共人抽钱的、摕钱的。伊爱钱，伊嘛疼伊家己所疼的人。伊讨厌的人，可能加用一寡方法来得到搁较多。但是耶稣讲，毋是用地面上的标准，要完全。该亲像天父完全一样，所以咱若看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耶稣在讲上帝国的标准，嘛在讲人世间的标准。但是讲煞到第7章煞，耶稣要甲门徒落山的时阵，甲因讲：你要入去人的中间啊！咱若看第7章上尾的时阵，耶稣讲有3种人你来注意，但是咱一般主日学拢拄仔讲2种，一种就是叫做聪明的。甲厝起伫石盘顶，戆的咧，甲厝起伫沙地顶悬，水来风吹，厝个放去，所以变做2种。但是头前佫一种，讲称呼我主啊的人，耶稣无一定捌因，无一定认伊，因为即种的人叫做邪恶的。所以这是3种，有邪恶的人，有聪明的人、智慧的人，嘛有愚戆的人、含慢的人。但是耶稣讲，咱要捌人，爱捌济。所以头前讲爱完全，是就是，毋是就讲毋是，加讲的就是出伫邪恶的。后壁结束佮讲3种人，有巧的，有聪明的，有戆的，有含慢的，总是嘛，佮有一种叫做邪恶的。所以耶稣在讲迈向完全的时阵，是一种提醒咱每一个属伫上帝的百姓，当伫咱的生命的过程中间，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大家人的见解无相款，有的真容易个达到，有的无简单。咱要用啥物话来加做咱的标准？上班打卡用时钟做标准。你上班8点来上班，8点进前你转落是蓝色的还是乌的？你若8点过了转落变成红色的，迟到。所以迟到就代表你无入格。你用啥物话做标准？上班用时钟，工作的人，这个月10月份，你的计划是啥货？顶个月9月份是安怎？有的人公司是用前一季、下一季，这一季怎么样？咱已经过3季啊，第1季、第2季、第3季，公司趁钱无，还是了钱？顶一季甲去年的同一季，去年7月到9月。今年7月到9月，2季来比较，去年安怎，今年安怎？咱用月帖，还是用季节来去做标准？有的人是用少年岁月，当我少年的时阵，当我做头家的时阵，当我勇的时阵，当我上年退休了后，咱用岁月来做标准。兄弟姊妹，你用啥来做标准？信仰是用永恒做标准，这个永恒是一种对上帝的眼光，对信仰起做久久。我会记得我读中的时阵，后来有一段时间，我来住伫宋传成牧师因兜，就住伫台南新学院迄个综合大楼，咱即个东门路桥桥的这边，我倒摆机车道，听讲最近封起来啊吼，迄个机车道这边是。新学院迄边是宋传成牧师因兜，我住伫因兜。我高三的时阵，
为着要补习，为着要考大学，所以我无搁住伫学校。所以伫迄段时间内底，我定定对遮行路去到中，定定经过教会，所以伫即段真实的所在，当我会知影，搁经过的时阵，体会到即条路40年变化真多。不变的是教会，但是内底兄弟姊妹代代在成长。福音是上帝的恩典，互咱会当用伊的话做标准。所以兄弟姊妹，咱逐个人标准无共款，国家嘛有国家的标准，咱国家的标准叫做 CNS。国家有国家对伫每件代志爱有的标准。登山宝训是属天的国度的人民，咱才信仰群体的生活爱有的规矩，咱才属伫地面上的群体。咱做伙在拍拼，做伙在读册，就亲像咱的松年大学的同学嘛共款。时间到爱上课，这是一种学习的规矩。规矩毋是要帮助咱伫遐讲会当真紧个达到咱的目标。真侪时阵，咱拢真毋茫有一种叫做特权，特权会当快速通关。快速通关是一种人会感觉讲，哇，你较无共款。一般的人，咱就是排队。但是有的人会当真紧，会当拍死过。问题是，咱要用啥物话来成做咱的标准？属灵的生命，这段的旅程是不断的。我对中学的时阵，到伫读册，一直到读大学，到伫研究所，一路行来，拢伫上帝的恩典内底。上帝的话，就成做我生活的一个标准。到伫新汉院的时阵，看到咱的老牧师，啊，佮咱的琼子师母，佮看到银珍牧师，当因伫新汉院在做学生的时阵，我嘛伫新汉院在服务。伫遐几年中间，看到因的认真，嘛看到琼子师母做学校的遮个同工，因是足认真在拍拼。所以当我知影因要来咱台南东门教会时阵，我为着因欢喜，嘛为着因祈祷，求上帝互咱的教会促成圣徒的相通，是伫互相成长、互相帮赞，愈来愈成熟。迄个成熟是愈来愈亲像天父完全一样。迄个天父的完全，这是一段爱不断的操练的。这段的操练，拄着咱的生活工作，迄是一个冲击。咱拢真毋茫讲，上帝保守咱会当平安、凡事亨通。所以咱认真拍拼，但是久了了，咱嘛身躯会压咱。最近圣经学院的员工无够，咱知即马是一个大缺工的时代。隔壁是台积电，台积电逐工拢一堆人在离开，嘛一堆人在入来。真好的公司，但是足臭的。所以伫迄个过程中间，真侪人常常拢伫新竹在出现，伫新竹内底，包括伫咱圣经学院内底，咱嘛有一个幼儿园。幼儿园伫旧年有20个囡仔做伙离开学校，为啥会？因为因的爸爸妈妈拢是台积电的员工，对台湾爱搬去美国，去到美国了后，伫遐生活，伫遐嘛有办学校。台积电为着照顾遮个员工，看起来因在发展真好，但是咱的圣经学院发展佫受到影响。收入是一回事。但是看到就是兄弟姊妹伫生活工作拍拼认真，迄是一种生活的标准。基督徒生活的标准是甚物货？是一来有好的见证，更较重要就是地面上有好的见证，更较有属天基督徒耶稣基督的香味。所以认真工作是咱生活的目标，但是伊毋是唯一的目标。有一个较悬的目标，就是亲像天父完全一样。所以这是咱的教会，嘛是咱的教会学校所在栽培的。问题是真实的生活，咱拢相信主耶稣，咱的主，咱的上帝。所以咱的倚靠上帝，咱真实倚靠主。但是问题来啊，伫生活内底，咱有真侪理想，咱有真侪想要自我实现的。这自我实现，拄到一个现实，生活的现实来啊，咱可能咱的理想、咱的梦想无法度达到，因为各种的现实来啊。你想要出国旅游，但是 COVID-19 来，
你就算是想要佚佗，但是身躯健康无好势，亲像我遮2礼拜个腰脊骨酸哦，因为太侪代志爱做，欠工，所以个爱撞来撞去，爱斗3工。有当时爱固守伫办公室，咱讲派甲其他同工主管做伙参详，但是有当时爱去伫教会的机构，就是安尼。你做院长，真侪人来个想要讲啊，甲院长讲一下话，互相分享一下，彼此带倒，所以嘛拢爱去。所以我后来干脆连食饭都莫出现，无才食了连伊迄边个在叫，个迄间，所以我上最要到80公斤啦。因为食一顿饭爱食3碗，人拢甲你添好，讲牧师，我帮你添好，你来阮即道坐坐落总袂使无食了，无食了倒掉就是浪费，所以个遮遐食。食到后壁，干脆做伙祈祷，然后我就闪。兄弟姊妹，咱的生活内底有真侪标准，为着甲兄弟姊妹关系搁较好，就变做爱逐项做甲到，但是身躯却是软弱的。特别我姓阮，更知道什么叫弱哈，所以这就是现实啊！我知影做软弱的啊，所以甲安怎只好做袂到，无法度食遐侪饭，只好甲伊闪嘛吼。所以言行。期待甲人较侪互动的，但是当软弱的时阵，当身躯伫亚身伫软弱的时阵，咱就讲啊，保护家己就好啊，顾家己就好啊。虽然爱有疼心，但是想着爱付出真多，腰脊骨酸痛，就安怎紧来休困。久了了后，咱可能变做顾家己，顾家己就好。这是一种生活真自然会面对的冲突。但是有可能更较严重是，连啥物会过去所相信的主，伫现实内底，上帝敢真正有甲我做伙，愈来愈无相信，甲上尾拄信家己，甚至有可能连家己拢无信。这就是一种迈向完全的过程中间会拄到的冲突。耶稣知影这军队者因性命所拄到的问题，问题是啥？咱对上帝的深信倚靠。总是该提升，不断鼓励，用听来支持。所以耶稣训练伊的门徒讲，只有一位上帝，伊是水好的源头。这个水的、这个好的、这个真实的，拢是伊家己本身。因为伊是一位这种的上帝，伊嘛是审判的主。面对今仔日这时代，咱拢足惊听到审判。审判其实。用换一个角度来讲，叫做交效。学生爱交报告给老师，咱伫上班爱交咱的成绩给主管，咱的业绩给主管。我伫圣经还我爱交报告给董事会，去年的收入、今年学年度的收入支出，这拢是一种报告。所以有一个交效，你要安怎来交效？给你的主管，咱要安怎交效来给上帝？互迄个坐伫审判的主，这是提醒，所以迄个标准爱共款。台湾咱有真侪神明，特别伫台南有真侪神明。即个神明的标准是安尼较悬，迄个神明的标准有可能就较低。神明标准无共款，价值观标准就无共款。感谢主，咱只有一位上帝，伊的标准是伫旧约甲新约拢共款，袂伫遐讲今仔日安尼，明仔载安尼。标准无共款，人个掠袂牢，应该爱做的是甚物货？所以耶稣对耶门徒的教导是安尼，所以个了解讲完全的意思，了解完全是甚物货。所以当耶稣伫教，门徒伫学，尤其因有犹太人的文化传统，佮伫新约的时代是希腊的文化的传统，所以伫即内底，咱若看圣经，咱知影希腊文所写的圣经。伊伫遐伫讲完全的时阵，犹太人会当理解咱的标准是甚物货，伊嘛会当了解当时的文化的社会标准是甚物货。完全的意思是甚物货？用希腊文来解说。如果你若会使吼，这是翻译是用北京话来翻译，你若会使甲我做伙读红色的字，咱用北京话来读吼。来，在其分类中不会再有卓越或品质的进步。以至于超乎其上，而在其卓越之中毫无匮乏。
意思就是讲，无论你是读，包括着庄长了，伊是医生，所以医生有医生的分类，咱无相款的类别，咱拢有。所以不同的分类都有卓越。那用100分来讲，就是讲100分啦。100分就是达到上界悬的标准。加加是甲伊，你考100分，我加加上高嘛考100分。我若较含慢的变成98、97、96，有缺陷，有亏欠。所以加加就是并驾齐驱，平平好尔定。所以完全就是讲到这个程度，完全嘛当讲指任何的层面。所以好到这个程度，这种会叫做完全。所以当犹太人在学这个意思的时阵，伊马上讲哦，原来是安尼好，完全的意思，伊马上就是甲伊重点给揪出来。第一个要完全就是爱达到上界悬的标准，合乎最高标准。搁过来咧，达到上界成熟的阶段。搁过来就是无任何的亏欠，无任何的欠缺。所以犹太人伊马上知影抓重点，重点是安尼，即两三伊头壳知啊。但是犹太人无停留伫遮，伊马上讲安尼我要安怎做，安怎做，安怎做，才当达到即个完全。合伫上界悬的标准，意思是啥？伊马上知影安怎做，安怎做咧？达到上界悬的标准，就是爱用上帝旨意、上帝的话、上帝的作为，完全实现，迄叫做上界悬的标准啊！上界悬的标准，就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作为完全实现。所以犹太人知影讲，互上帝的话做主，互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行做，完全实现，这叫做上界悬的标准，这嘛叫做完全。第二个，咱看到达到上界成熟的阶段，啥会叫做上界成熟？上界成熟是要起来奉献的，奉献给上帝，这叫做最成熟。咱知影，你奉献的时阵，你爱甲恁兜的，毋是迄种多无爱较起来献，是爱上界肥的精生、牛、羊，拢爱牵迄无有摆骹、无有耳孔，也是身躯受伤的。所以要献祭，爱甲上界好的牵来、带来、炸来奉献，这叫做最成熟的、无瑕疵的完全奉献。这叫做达到最成熟的阶段。所以每一个兄弟姊妹，你在奉献的时阵是尽你的力。所以会记起耶稣在看带学生伫在看大家在奉献，有的人奉献足侪，咚足侪钱的；有的人拄仔奉献，2声2个小钱。耶稣讲，迄是上界成熟完全的奉献。寡妇的2个小的钱是完全的奉献，是最成熟的奉献。所以这是耶稣在教导伊的门徒，这嘛是犹太人的献祭文化。咱会记起亚伯拉罕，伊有一个后生叫做以撒。当上帝甲讲，你爱将这个奉献，伊就带伊的囝以撒去甲这一段伊所做的遐。当伊甲伊的囡仔放咧，准备要落去的时阵，上帝甲讲，我知影你是完全的奉献，所以安怎毋免用你的囡仔。边仔一只，牵迄只来奉献。所以上帝准备通过人的实践最完全。所以上帝旨意、上帝作为完全实现，人用上界好做会到的完全的奉献，这拢是叫做达到完全。迄个成熟的奉献，就是甲你所准备的。所以犹太人伊咧奉献，他讲明仔载安息日，明仔载要准备来奉献，今仔日用暗先准备好势。但是放咧了后咧，羊仔伫羊条内底，但是暗时有可能豺狼来，所以豺狼来了后入去咬羊仔，你要奉献迄只，有可能咬死去，有可能受伤摆骹。明仔载你要带去奉献的时候，发现讲摆骹，甚至死去啊、受伤啊，袂当奉献，那个不是最成熟的。所以该个找，爱个准备，所以无瑕疵的完全奉献。我细汉的时阵，阮兜是大人，我阿公阿嬷，因拢伫过年的时阵吼，去换迄个100块的100张，啊拢无拗着的，
爱个业在伊的圣诗圣经的后壁。我问我阿公阿嬷讲，是安怎要安尼做？伊讲这叫做无下属的奉献，新钞没有用过的，伫新年的时阵，新的一年开始，伊个准备好今年的奉献，主日礼拜的奉献，拢100块100块，所以拢是无拗着的。对伊来理解，这叫做无下属的奉献。兄弟姊妹，咱的做法是啥物货？我阿公阿嬷伊的做法是安尼。这受到无下属完全的奉献，伊就伊会当理解来实践。你的完全的奉献是啥物货？用咱做会到的完全奉献。5000的拍拼，得到5000，迄是一种完全高效奉献出来。2000的嘛安尼，1000的应该嘛安尼，但是1000的片段，伊无完全来做上帝爱伊做的，所以这是一种学习。所以咱等来看第3项，讲完全是啥物货？叫做毫无任何缺陷，无任何的欠缺。无任何的欠缺是啥？对犹太人来讲，拢伫上帝内底，逐项嘛拢有够。但是因了解因在学习对希腊文化学会晓。哦，希腊文化的一种学习是啥？老师教我教，我会晓，这无叫做会晓。我搁甲人教。互别人嘛会晓教跟学，我教他学，这样尼较叫做完成学习，长大成熟。啊，这个人呢，我教这个人，伊个教互别人，别人嘛会晓，伊嘛变成我教他，他也教给别人，这较叫做完成教学，完成学习。所以老师教咱教，比如讲学钢琴，老师教咱教，咱会晓弹。但是咱个会晓讲教别人，互别人嘛会晓弹，迄较叫做完成学习、长大成熟。所以犹太人学着希腊文化，遐水好诶，因个学会晓。所以耶稣教门徒学会晓无？无拄拄哦。彼得敢学会晓？啊，耶稣你讲安怎？我甲你断刑砍，我保证绝对做甲到。耶稣甲讲：你要3遍无认我。彼得甲断刑砍，讲袂啦，绝对袂啦！我已经力挺到底。结果迄暗干怎？加要提进前个3遍破功了。所以咱会当看到讲，伊无完成学习，他也没有长大成熟。所以当压迫来的时阵，这门徒大家走。但是当耶稣过活了后，佮甲这门徒佮一遍的对话，佮甲因训练，佮甲因栽培，佮甲因造就，彼得佮将遐3摆伫遐改变。伊的性命个哪来哪成熟，他完成学习，他也长大成熟。所有的门徒拢安尼，除了一个叫做犹大，犹大有机会悔改，但是伊无悔改，伊行的路甲其他11个门徒行的路无共款，他没有完成学习，没有长大成熟。所以伫遮咱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讲完全的概念，这个意识有伫你的头壳内底无？你是毋是好？咱常常拢感觉无好，台湾人拢感觉家己无好，但是咱个足爱互人讲你好，特别咱伫10几年来用脸书，我们很喜欢人家给我们按赞，对不？按赞越多个越爽，对不对？迄个赞，你甲你边的人讲你有够赞，你甲你有够赞，你有欢喜无？大家嘛足欢喜的You are the best， 你有够好，你有够赞，这个赞是上帝创造的好。这个赞嘛是咱生命中间经验到上帝的恩典，这是一个过程。以前是好，今仔日是好，未来嘛是好。总是问题，咱拢感觉讲咱的生活有真侪无好的所在。上帝通过伊的话，嘛通过教会的教导，咱有理性，用你的智慧理性来消化咱的软弱。这软弱是啥物货？有可能是人别人做的。有可能是咱家己评断无爱，所以咱要用智慧理性来将咱生命所拄着这软弱，甚至用咱的感情将这无好的甲排除出去。别人讲歹听话对你讲，迄是生命的问题，但是咱也知影是咱家己做无好，评断互人指责，咱家温困做工，无嫌劳苦。所以咱伫这个过程中间，用咱的理性，用咱的感性来面对，所以。用这对上帝所想说，互咱
佮加上咱家己有对上帝所领受着了，咱愿意去改变，迄个勇气，才会当形成即个完全。即个完全，若用对医学来讲，叫做消化代谢。有路用诶，伫你食早顿了后，即马才会营养伫你诶身躯内底；无路用诶，个排泄出去；无路用诶，影响你诶，阻挡你，互你未完全诶，爱甲排毒出去，把它消化代谢，这是足重要。咱若一个人破病，你诶消化代谢个无好，灵性嘛有可能破病，咱对伫遮诶毒素个无法度消化代谢。兄弟姊妹，你受到世间的影响正常，但是咱无应该受造物的影响。受造物毋是咱的上帝，只有创造的主才是咱的上帝。愿创造主伫咱的生命内底，地上这一切拢真紧个会过去。所以对伫遐个爱过去的，咱来哀悼告别。告别式是一种最有形的哀悼告别。遐水好的感情留伫咱的心，互遐过往的人因的水的见证，成做咱的生命好的遗产。互遮水好的过去，但是遮对方若是对咱伤害，咱甲伊哀悼告别，讲遮伤害无搁伫我的生命内底，互我当健康向前行。咱将遮过去的无好的甲结束，互咱搁继续向前行。所以这才是会当迈向完全。若无你伫手伫换头前伫看，但是你头伫挖后壁伫看。耶稣讲：手换犁尾，挖头看的人，袂当入白的刀，因为你的方向毋对啊，方向毋对，就无法度完全。所以耶稣安尼伫训练，所以耶稣伫讲是就是毋是个讲毋是，加讲的就是迄个邪恶。问题是邪恶，咱一般拢甲讲 evil， 就是魔鬼。但是迄个歹，迄个邪恶，无拄拄是魔鬼哦，有可能是咱家己自私哦，有可能是咱生命的问题。伫遮耶稣伫讲的，提醒一个，门徒伫军队伊，大家拢心中拢有无相款的想法。有两个兄弟毋敢讲，伊的老母就讲：耶稣，你若做王吼，阮即个囝带你正边，即个囝带你的倒边，有无？吼，即个老母无客气，就甲心中所讲的讲出来。因为耶稣你若做王吼，徛在你边仔偌好诶，因为迄是一种公众形象。公众形象需要努力，需要打拼，需要经营啊。所以是就是，你徛伫台顶，你讲诶，甲你做诶，甲伊是爱一致，毋是个爱一致。所以这是一种公众形象，毋好讲诶，甲做诶无共款，结果无一致。你有发现讲最近这一年来吼？新竹，逐工拢有新竹的消息无？哦，对林志坚来到即马高虹安，我带人去新竹公园吼，伊甲我讲，阮牧师，你莫甲我讲新竹公园偌水，高虹安带对一栋啊。我讲即栋啊，哦，无怪哦，特别水哦，市场爱带迄种特别水的，啊伊的跑车咧，我知走啊，看袂得遮跑车啊，大家拢伫看公众形象。讲甲足好听，但是煞内底有问题。所以公众形象是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有的。咱伫教会是一种公众的形象，伫社会家庭拢同款。但是佫有一个叫做私底下的形象。耶稣伫问咱：你的公众的形象，佮甲私底下的形象是啥物？比着互人一问咧，毋是你认着人啊，我毋是甲耶稣感动诶，伊的公众形象破灭，也私底下的形象也不见了。所以私底下的形象，有可能咱捌咱家己，有可能咱连咱家己都毋捌。有当时咱是安怎会安尼讲，是安怎安尼做，咱家己嘛毋知影为虾米会，对毋对？哦，有人点头。咱常常有当时咱家己安怎讲，安怎做，咱家己无明白。私底下的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耶稣在问的是，毋是讲拢甲杀去对，拢魔鬼害啦。魔鬼无影遐厉害，是咱家己生命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啥？假好假冒为善。耶稣讲，假好的人
伪善是基督徒在审判台前最需要被提醒的其中一样。耶稣无客气，对这假好的人给人提醒。伪善拦阻人成为真正的好人，宗教的伪善阻碍人接受信仰。特别，咱做一个基督徒，咱若假好的时阵，别人敢唔知，人会知，所以咱安怎真实来表现家己？我会晓的，我做会到的；我袂晓的，我唔捌的，歹势。咱爱真勇气来讲，这我做会到，我一定甲你斗3工甲到。毋过即摆我时间无法度，真歹势，我都会当做甲遮。爱真实，毋通伫遐假好，毋通伫遐假好讲啊！我做一个基督徒，我一定替你真甲到。但是咱马上软脚，跟我的脚一样，都姓软吼。所以伪善，这是基督徒一个足大的挑战。伪善这字原来甲希腊文的面具同款，因为演戏爱戴面具，面具挂咧吼，我这是国王的脸，我的穿插，我的讲话改变做国王。我若即摆挂的面具是仆人的脸，我改讲话行动，我的穿插就变做仆人。所以演戏的人演久吼，唔知伊到底是啥物款的人，因为伊演戏，所以咱台湾话有一句话讲。做戏的空，啊看戏的咧戆，对无？空的甲戆的拢做伙啊！嘿，做戏的是安怎空？因为伊在演戏啊，伊在演剧本啊，演到上尾安怎？演空的就变空的啊，演到上尾家己无去啊，没有真实的自我。看戏的戆，所以咱捌看过去吼，演的歹人，我出来来讲，迄个人拢演歹人，大家要甲整。你会记得1、20年前有种新闻无？8点档的有一个演员演足歹的，吼去菜市仔互人认出来，大要甲整，吓啊！迄得看戏的戆啊，人是伫演啊，演到有够歹的，所以大家看到拢想要甲拍。希腊文甲即个人性甲讲出来，面具，你挂一个面具，基督徒兄弟姊妹，咱有咱的面具无？有哦，咱有咱的面具。我做牧师，我礼拜日穿这领衫，我甲安怎？表现真足精神的，我实在是爱困到要死。昨暗甲青年吼，昨有大专的迄个社青营，啊，甲人讲话，啊，讲甲足晚，啊，等于去教阮牧师娘吼，2点才困，5点起来。所以兄弟姊妹，咱拢有无相款的面具，但是耶稣讲是就是，毋是就讲毋是，意思是啥？你爱甲你的面具摕掉，我忝。我甲伊，互大家知影，我忝，我甲伊休困，我就休困。所以真实做家己，认真做家己，这是一个最重要。所以不要再戴上那个面具，来到上帝的礼拜堂，上帝这个神圣的所在，咱唔免伫遐佮戴上面具，因为上帝看咱的内心，内心是上介重要。你的内心安怎？上帝知。所以耶稣教导伊的门徒，互因知影讲，你的内心是良善的，伊就表现出你的生命的态度。特别迄个假好伪善，绝非耶稣基督所容许的。真趣味，咱拄则所看的是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你也甲看倒数吼，5、6、7章马太福音的倒数5、6、7章，22章、23章、24章，佮讲到遐个真多对无好爱变做好的。特别耶稣提醒遐无好的爱改变。咱用马太福音23章，马太福音23章拢总有讲7个假好、假好、假好。咱知影7叫做完全数啊，7是完全数，所以耶稣嘛讲7解假好、假冒伪善的人、假好的人、假好的人、假好的人，假有够假，讲7个假。这7个。假好，耶稣讲甲到，完全到。但是耶稣讲遮，毋是要凸显讲有问题尔定，改变。咱无遮70拢总去看，咱只有讲其中一段。23章25节，恁遮假好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知会啊，因为恁敢若亲像迄个盘、撇啊、杯啊，外口洗甲足清气的，内底安怎？充满绿色。佮甲
奉求，充满了勒索跟放荡。勒索是啥？勒索别人呐，勒索是别人的，奉求是对家己的，破坏别人、伤害别人，搁奉求家己，这是一种假好的人上界的有话。兄弟姊妹，耶稣讲甲到，耶稣无客气，对这个人该讲的该讲。耶稣嘛针对这个军队伊的人，这个宗教的人士，耶稣嘛安尼在行。所以兄弟姊妹，当咱在看圣经的时阵，通过上帝的话，要迈向完全的时阵，一个最重要就是耶稣训练门徒更新，门徒得到更新了后，因的生命不断的进步、的成长。咱的教会过去伫这个所在，伫台南，咱影响，咱有真侪东门的兄弟姊妹，四散伫世界真侪所在，咱拢真做这个时代耶稣的门徒，咱继续在学习，迈向完全。经验着上帝的恩典，嘛体会着啥物货是愈来愈好。其中一项就是提醒咱，要迈向完全的时阵，绝对唔通伫遐在假冒为善，远离虚假，远离虚伪，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互咱会当愈来愈清气，互咱的内心甲咱的礼拜堂同款，拢诚做神圣的空间。教会是一个神圣的空间，你我咱的心、咱的念头。拢嘛爱诚做是一个神圣的空间。主耶稣影响伊的门徒，上帝话伫今仔日阁继续在影响咱。愿上帝帮助咱，互咱通过伊的话，生命得到更新。最后，咱来读这个结论，咱来读乌色的字，咱共款用北京话做伙来读吼。来，上帝的话语不会向伪善的人说话，因为在世上的文学作品中。没有一样比圣经更要求我们努力学习与竭力运用。所以主耶稣引带门徒迈向完全，咱嘛通过伊的话，咱东门巴克的教会兄弟姊妹，特别咱是号名叫做巴克勒，伊是翻译圣经，互咱读上帝的话。巴克勒引带100当前，咱东门教会台南的兄弟姊妹、台湾的兄弟姊妹。因带咱迈向完全，所以咱的教会继续伫这个不断的改革进步的过程中间，咱兄弟姊妹嘛通过上帝的话，认真学习，迈向完全。咱嘛当通过圣经继续读了解，这个话对咱是有影响的，塑造咱迈向完全。今日代表圣经学院甲咱分享，圣经学院做2个重要工课。第一个就是教育甲服务。教育是一种陪伴，教育是一种训练。所以圣经学院的教育的课程，针对信徒的，嘛针对牧者的。亲像最近咱会当哈，11月6号，11月6号拄则牧师娘甲我讲11月6号咱有一个断代艺术工作坊，已经额满啊。所以代表咱在做信徒培育，你若有兴趣的话，咱的同工吼有机会可以当继续来开课吼啊，甚至咱的牧师娘嘛会晓做这个，咱嘛相信教会嘛有真侪同工会晓用这种断代来做一寡美感美学。华人台湾人拢较袂晓水的，但是咱佫拢偏偏啊足爱水的吼，所以咱要安怎互咱的美学越来越多，这需要训练。所以信徒的培育除了灵性的部分、生命的水，这拢是；牧者的部分是针对牧会、讲道、训练，互咱会当愈来愈进步。通过无相款，所以11月份有2个课，拢是针对牧者的课程，嘛有针对信徒的课程。所以这是信徒的培育，牧者嘛是信徒，咱同工做伙，拢做伙在接受训练。所以有牧者的训练，嘛有信徒的训练。第二个服务就是，若有机会来甲新竹。欢迎来新竹来看咱圣经学院，咱的圣经学院拢是60年前所起的，所以伫过去这段时间拢一直在 remodel， 所以愈来愈侪人，即摆是足侪少年人，以前拢是时大人，松年大学同学来到迄种圣经学院校本部吼，松年大学校本部，但是即摆愈来愈侪少年的，亲像昨做到今仔日结束，100几个社青、社青来伫圣经学院。因昨暗讲话讲到1、2点吼，
所以咱就知影讲，这青年就是看这个场地真水，所以大家伫遐开讲讲话，互相带祷祈祷。所以圣经含义的空间愈来愈现代化，期待互兄弟姊妹做一个互相影响的所在。去年因为疫情的影响，去年嘛因为募款真侪无讲足顺利的，所以去年圣经含义差不多负500万啦。但是还阁继续在拍拼，拍拼毋是在为着生存，拍拼是为着见证。最后我要拄则甲大家三角分享，拄则咱第一条诗歌一开始唱新圣诗282首，感谢主，着感谢主，着感谢主上帝，拢总唱6节。感谢主了后是啥？学了主，学了主了后咧，敬拜主，搁过咧，祈祷主。搁过是服侍主，搁过是见证主，所以咱拄则咧唱的时阵，足侪人跟着那个节奏吼，你会当看到感谢主着感谢主，祈祷主着祈祷主，服侍主着服侍主，见证主着见证主，其他无论是敬拜学乐，你看拢总6节，拢是一种完全。嘛，咱通过这诗歌，通过上帝的话语，帮助咱迈向完全。咱做伙来感谢。主，阮感谢你，有限的人，无限的主求讨，愿你掌阮迈向完全。毋领伫地面上，阮做工生活完全，搁较伫上帝的国，阮会当完全。祝福阮今仔日，阮的教会古堂，阮通过牧者，阮的老牧师，伊的讲道，丰富阮对上帝国的认捌。阮会同工做伙拍拼，阮做伙来干净上帝你的话语。伫东门巴克的纪念教会，也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性命。当阮的教会在做真多，无论过去古迹，才书典的恢复，阮为着过去才美好的见证，阮努力拍拼。阮也要为着现在甲未来，阮要有更较水的干净，也继续拍拼。祝福教会所做工，毋仅是教育灵性，更较是生命的培养。祝福阮伫台南，伫新竹。拢做伙成长，伫你的国度内底，愈来愈完全。祝福阮的牧者、同工兄弟姊妹，伫阮卡大的所在，会当有上帝你的恩典，加做阮的快乐。祝福阮通过你的话语，领受新的光；通过你的圣神，得到感动，有新的快乐。也帮助阮为着圣经含义来祈祷，祝福奉你的名所设立的教会学校，培育信徒兄弟姊妹，造就牧者。伫职务顶悬，真做你的干净好的教导者，祝福阮所做工，也亲像你的老母过去伫中营中学，受到东门教会真侪时代的照顾关心，包括已经转去到上帝你国的苏振安校长。阮伫祈祷中少年者的过去的恩典，也通过伫东门教会兄弟姊妹的努力，阮阁继续真做上帝你国度的光，祝福阮伫你的内底，保守阮。伫人的中间最美好的干净，为着今仔日阮所领受的，你感谢，求你继续引带阮，伫新的一礼拜有基督的香味，祈祷感恩，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最后一个邀请，要迈向完全，就不要让它空空的。等下。咱三个来吟回应的诗，圣诗605首，靠主恩典奇妙快乐得保护。
学伊所要现的死是旷野中唯一的气力。为着要记着上帝有恩典，咱来用甘心乐意心来奉献。
谢。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来看几项教会消息咱来分享。咱的教育部踮伫前几个月有开理财有道的课程。现在因继续邀请大家会当来参与伫新一期理财有道的课程。今仔日心仪要咱分享伊上课的心得。大家平安，我是心仪，今日要甲大家分享我上了理财有道的感想。开始上课了后，我才知影，原来毋是要去学啥物投资的技术，老师嘛无甲阮报啥物名牌。毋过我学习到上赞的是，伫我的生活中间，我安怎样用正确的态度来看待上帝所赏赐予我的一切。原来我所有的拢是上帝交托予我管理的尔尔。我开始思考，上帝交予我管理的代志，我敢有做一个好的管家，或者是我是一个完全无咧管理，甚至浪费我性命的人呢？其实即个问题，甲我甲主的关系有真大的关联。伫上课的中间，我也常常学习孝顺主耶稣的恩典，来操练心灵上主的主权。当我要用钱的时阵，我就会想讲，上帝要爱我安怎用遮个钱。当我若安尼操练、若安尼练习的时阵，我就了解啥物物件是我需要的，啥物物件是因为我的需要，我想要爱的。我嘛开始学习记数。虽然也毋是真惯势，定定会记一工，袂记你3工。毋过，当我开始累积遮个习惯的时，我才有机会做有算的规划，阁有复利的效果嘛，足惊人的。伫生活的顶面嘛有真侪代志，拢是安尼。毋但是钱财的部分，包括好的习惯甲歹的习惯嘛是安尼，也有学习到爱诚实面对所拄到的问题。虽然做人无可能会当做甲一世人拢无讲过白贼话，毋过我袂当放弃上帝的标准，我爱做一个诚实的人。上帝是用听来叫我诚实，所以我会当大胆来上帝诚实的表达，用诚实面对家己的时，人生就会哪来哪顺。毋通闪避家己无好的所在。学习知足，学习成做上帝的好管家。以上是我的分享，也请各位时代会当鼓励厝邻的少年人会当做伙来参加后一期的理财有道。感谢。好，邀请咱大家有兴趣的兄弟姊妹会当来报名咱迄个理财有道的课程。新的一期的课程资讯嘛，拢踮伫咱的周报中间，欢迎咱会当做伙来报名。好，阁刷来即学期即礼拜的圣经学堂的暂停一摆，咱的牧者团队管3个人会去高雄参加三福的训练会，所以咱即礼拜的圣经学堂会暂停一摆。好今仔日咱阁一摆感谢牧师来到伫咱中间，特别为着圣经学院的需要，咱阁一摆拍谱来感谢伊的服侍。嘛爱替圣经学院拍广告。听讲这足好食的，毋是听讲，是真正足好食。米粉这是迄个新德米粉，一个220块，等下礼拜刷以后边仔才有，无够的阁会当订货。这是圣经学院足好食的伴手礼，所以等下咱会当做伙来支持圣经学院的事工吼。好，过来。咱12月初3，咱准备有要洗礼兄弟姊妹，欢迎咱来报名吼。咱会踮伫12月初3第一堂主日礼拜中间举行洗礼、献信礼甲信仰告别，所以既若有意愿要接受洗礼兄弟姊妹，会当赶紧踮伫即个月进前来办公室来报名，也会当踮伫咱兄弟姊妹中间继续为着咱所关心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好今仔日下晡有一场演讲这是迄个内地会的宣教师赵心怡传道因最近出一本册，叫做《茶室女人心》
伊特别咧针对万华珍珠家园的事工咧关心，就是踮伫网家遐一寡性工作者，因特别咧关心遮个软弱的兄弟姊妹吼，所以欢迎咱有兴趣的会当下晡做伙来参与这珍珠家园咱会当 Google 罗俊义牧师嘛，踮伫伊的节目内面拢有咧介绍遮个事工，遮个人需要侪人会关心，咱也通过宣教师的分享，会当彼此来学习。搁刷来这头拄已经报告了。搁来咱10月31，有一个新册发表会，这是前一阵会来伫咱教会聚会，这石木明老师，石木明老师是踮伫美国奥斯汀长老教会受洗，伊出这本册叫做《台语解放技术》，应该是安尼讲吧。台语解放技术，伊特别咧讲的，就是因为咱即马咧学台语，主要的问题就是咱拢用华语咧翻译，亲像我，咱拢一直咧用华语咧翻译，所以伊出即本册就是主要咧探讨即个物件，要帮助咱重新去思考台语的文化。我甲石老师对话了，我发现讲真特别，伊是10年前因为去美国读册，信主接触台湾人教会，然后通过台语圣经才学台语。我讲这是一个真特别的经验，因为对咱大多数的兄弟姊妹来讲，咱自细汉就会晓讲台语对无？咱自细汉就算讲袂晓讲台语嘛，捌听过是大人讲台语，所以这造成一个困难，就是咱从来毋知袂晓的人是啥物感觉。所以我相信对石老师伊的经验来讲，会当真做咱的帮衬。所以这是10月31拜二暗时的7点半到9点，咱会踮伫伊丽莎白礼拜堂来举行这场台语解放纪事的新册发表会，邀请咱大家会当做伙来参与。好，搁刷来后主日吼，后主日是联合礼拜，特别嘛为着主日学的事工来关心。除了主日学的事工以外，咱后主日嘛举行敬老，所以咱既若有70岁以上，咱的兄弟姊妹，咱拢会准备一份学礼来祝大家会当踮伫年长的时阵，犹原得到上帝的祝福甲恩典。所以后主日咱是联合礼拜，是主日学事工的主日加敬老，咱会联合做一会吼。好，过来咱会踮伫11月第2礼拜的中秋会来举行迄个2024年事工协调会，所以请各团契会当踮伫11月初5的时阵，将咱马年度固定的形式日来交互咱的干事来帮助咱会当做整理吼。好，我做以上遮的报告，咱礼拜三会当继续交易甲分享。袂记哩，特别爱感谢松联大学，因为牧师嘛是松联大学中校的校长，所以嘛特别踮伫今仔日牧师来嘛特别安排咱松联大学的学员会当做伙踮伫遮献诗，后壁遐有一寡看起来足水的物件，迄拢是因的作品哦。咱即摆有人抓准讲这是小朋友，是主日哦，毋是小朋友做的哦，是咱还有因所挂这围巾，拢是因家己所做的作品吼。所以咱松联大学有真丰富的课程，咱过一摆来感谢因。咱来读本周的金句，咱做伙来读2解。咱来用白话字来读，因为今日这集的经节真短，所以咱来看白话字来读。既然恁的天父是完全，恁就完全。马太福音第5章48节。好，搁一解。既然恁的天父是完全，恁嘛着完全。马太福音第5章48节。好，咱来吟祝福找紧的诗歌，圣诗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吟诗煞，咱请牧师来祝祷。下所在，
亲爱兄弟姊妹，咱有听见主耶稣对于门徒的教训，愿咱会当亲像主耶稣所讲，恁着宣传，亲像天父宣传一样，三甲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真理活命，甲恁三甲伫地。愿天父上帝无限的疼叹，甲恁三甲伫地。愿圣神的恩典充充足足，甲恁三甲伫地。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彼得闭会。